来，这件车祸发生伫台北，昨暝路雨视线无好，伫南港东新街的巷仔口，有一台轿车伫转弯的时阵，撞倒一对母仔囝，其中9岁小男童互撞倒在地了后，阁互车辆交过，状况危急，送病院来抢救，可你加在无生命危险。 乌色的轿车伫咧巷仔口正月，后一秒撞到人，阁继续向前开，车卡敢若有勾着啥物物件，画面放大阁看一下，一个查某人压雨伞，后壁囡仔嘛赶紧伞卡内底，两个人才要过车路，就互轿车撞到，囡仔倒伫涂骹了后，阁互车交过，倒伫涂骹的老母看到后生放底伫咧车卡，就随爬起来看，伫咧边仔的骑士甲过路人嘛拢来关心，吊水驾驶感觉去救着人，落车了后看起来嘛是骹手乱糟糟。 事发的东兴街口旁边就是国小，而且附近还有医院。而在这一处路口，平时就有很多学童以及长辈会行经，没想到如今却发生了碾人意外。昨暗5点外，台北南港东兴街轿车撞到2个过路人，甲附近的民众拢惊甲害气。因为小朋友比较矮，可能然后那个电线杆可能也会挡到视线。人行道这么宽啊，然后你过马路的时候多少还是要看一下，因为小路大家也是。 比较横冲直撞啊，因为红绿灯都还是有的、啊。开雨当下，轿车伫咧路口正月连续撞到一个老母，甲缀伫咧后壁的囡仔，母仔囝撞倒伫涂骹。那吊水驾驶讲，因为落雨加上视线死角，无注意到斑马线有人，红照无礼让，致使人受伤，红开单罚18000到3万6。不慎擦撞穿越马路之2名行人，造成2名行人多处擦挫伤，送中校医院。 汽车驾驶人9测值为0。有网友讲，怀疑事故的原因嘛，甲囡仔用走的有关系，搁加上穿深色的。那家属是表示会搁去大间病院详细检查。不过母仔囝共同经过车祸，恐惊嘛互惊个破胆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